大家好，歡迎收睇財經大排檔。香港呢個地方最有趣亦最殘酷嘅就係同一個城市入面可以同時存在兩個完全唔同嘅世界。你睇樓市新聞，見到嘅可能係業主蝕讓、新盤減價、二手劈價、負資產，成個資產市場好似仲未完全回暖。但只要你去揾屋租，或者手上份租約就快到期，你會發現另一個世界完全唔係咁。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2026年5月最新數字，香港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升到204.1，再創歷史新高。同一時間，私人住宅售價指數係321.9，雖然連升12個月，但對比2021年9月歷史高位仍然低大約1成9，即係話樓價仲未返家鄉，但租金已經破頂。呢件事真正值得講嘅係，點解資產價格仲喺修復期，租務市場已經先衝上新高？點解樓價同租金可以分開走？因為佢哋本質上係兩個市場。樓價係資產市場，佢賣嘅係預期，係信心，係你覺得未來幾年香港樓市值唔值得壓住？你覺得未來未明朗，可以唔買，可以再等。但租金係生活市場，佢賣嘅唔係夢想，係今晚有冇地方瞓，返工返學方唔方便，兩公婆可唔可以唔使再同屋企人逼？租樓好多時唔係投資選擇，而係生活安排。樓價睇未來，租金睇今日。喺呢度先講一個概念叫負現金流。如果一個業主持有物業嘅成本包括按揭、利息、管理費、差餉、維修，加埋高過租金收入，佢每個月其實唔係純粹收租賺錢，而係要自己補錢養住件資產。當然唔係每個業主都係咁，有啲人早年買入，甚至已經供滿樓，壓力冇咁大。但對於近年高槓桿買入或者面對高息成本嘅業主，租金就變成一條好重要嘅救命繩。所以租金上升唔只係需求增加，亦同部分業主持有成本上升有關。業主想將壓力反映喺叫租上面，但加唔加得成，最後都要睇市場有冇人承接。對租客嚟講，感覺就好直接，樓價跌唔跌未必即刻影響你。租金一加，你下個月就要俾多啲。好多人會問，明明經濟唔算好，點解租金仲可以破頂？錢從邊度嚟？其中一個答案係香港呢幾年多咗一批新租客。由2022年底開始，政府推出一系列招攬人才措施，截至2026年2月底，各項人才入境計劃已吸引近28萬名人才來港工作同發展。但重點係呢批人嚟香港，第一步多數唔係買樓，而係租樓。佢哋可能先租1年，睇工作穩唔穩定，睇家庭適唔適應，睇自己係咪真係會長留香港。唔係話每一個人才都會衝入私人租務市場，更唔係話租金升全部由佢哋造成。但只要有一部分流入市場，對某啲近鐵路、近學校、近商業區嘅細單位，壓力已經好明顯。人才政策本來係經濟政策，但落到地就會變成租盤競爭。另一條水喉就係非本地學生。2025年施政報告提出，由2026-27學年起，資助專上院校非本地生自費就學人數上限會由本地學額40%提高至50%。政府亦推出城中學社計劃，方便商廈、酒店等改作學生宿舍。方向係想發展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但問題係學生人數可以增加得好快，宿舍供應未必可以即刻追得上。宿舍唔夠，部分學生就會流入私人租務市場。尤其係大學附近、鐵路沿線、生活配套成熟嘅兩房同細單位，需求會變得更加硬淨。幾個學生合租一個單位，每人分攤幾千至近萬蚊，對佢哋可能係留學開支，但對同區本地家庭嚟講，就可能係被逼同另一種購買力競爭。呢種競爭未必係惡意，但壓力係真實嘅。最難受係自己份人工冇乜點加，但身邊租盤嘅叫價每年都喺度升。仲有就係政府設立，本來係想刺激買賣市場，令樓市流動性好返啲，但喺高息環境同信心未完全恢復之下，一部分人即使有能力買，都未必即刻入市，佢哋會繼續觀望，繼續租住先。另一邊，有啲業主見樓價未返高位，唔甘心低價賣，於是選擇轉賣為租。理論上，租盤供應多咗，租金應該有壓力。但如果業主持有成本高，或者佢本身唔急住平租，叫租未必會低。所以設立之後，香港樓市出現一種幾尷尬嘅局面，買賣市場仲喺度等信心返嚟，但租務市場已經先食住即時需求。呢個唔一定係政策單一造成，而係高息、信心、人口流入同住屋剛需幾股力量撞埋一齊之後出現嘅副作用。租客每個月見到嘅只係業主加租，但背後有時仲有一層金融壓力。當樓價下跌或者未返高位，銀行對物業估值會較審慎。
對於有按揭、有投資物業或者有多項貸款嘅業主嚟講，銀行會關注物業估值、租金收入、借款人收入同整體還款能力。呢個唔代表銀行一定會逼業主加租，亦唔代表每個業主都係咁運作。但喺高息年代，租金收入對部分業主而言確實變得更加重要。結果係一啲金融層面嘅壓力，最後可能會以更高叫租形式轉嫁落租客身上。你睇唔到條線，但每個月交租嗰刻，你會感受到條線勒住你。咁點解業主夠膽加你2000蚊租？因為佢未必只係睇你願唔願意俾，佢仲會估你搬唔搬得起。如果你租一個2萬蚊單位要搬走，表面上你上一間屋嘅2個月按金之後可以攞翻，但問題係搬屋嗰一刻未必即刻到手。新屋嗰邊可能已經要先俾2個月按金、1個月上期，再加半個月地產佣金，再加搬屋公司、新屋雜費、水電煤安排、請假睇樓、重新適應交通同生活圈，全部都係成本。業主加你2000，一年多24000，你搬一次可能即刻要拎幾萬蚊現金出嚟，仲要付出時間同精神。所以好多租客最後唔係覺得合理，而係覺得冇辦法。呢個唔係完全冇選擇，但係選擇成本高到好似冇第二條路可以行。租金唔單止係地產新聞，佢係成個城市消費能力嘅慢性消耗。當租金佔一個人收入比例越來越高，佢剩低嘅可支配收入就會越來越少。佢會少啲出街食飯，少啲買衫，少啲娛樂，少啲儲蓄，少啲投資，甚至少咗搬出嚟住、結婚、生仔、創業嘅膽量。當後生仔女每個月最主要嘅任務就係確保夠錢交租，城市嘅活力就會慢慢被抽乾。以前香港人好中意講租樓即係幫人供樓，依句喺低息樓價長升年代好有說服力，但去到今日就要重新諗下依句係咪成立。如果你為咗唔想幫人供樓而強行買入一層令自己每個月現金流好緊嘅樓，咁你可能只係由幫業主供樓變成幫銀行打長工。但如果你打算長住香港，工作穩定，家庭需要穩定，手上現金足夠，而供樓壓力可控，買樓仍然可以係一種生活安全感。租樓賣嘅係靈活性，買樓賣嘅係穩定性。租樓嘅風險係租金繼續升，業主收樓生活穩定性不足。買樓嘅風險係樓價波動、利息變化、資產唔易變現、現金流被鎖死。你要揀嘅唔係邊冇風險，而係邊種風險你頂得住。樓價未返家鄉，反映嘅係資產市場仍然有陰影；租金已經破頂，反映嘅係生活市場已經先一步加價。短期嚟講，租金仍然有支持。人才來港，非本地學生增加，暑假租務旺季，細單位需求加上買家觀望未完全消失，都會令租務市場繼續偏緊。但中期要睇幾件事：人才最後留唔留低，學生宿舍供應追唔追得上，樓價回升會唔會令部分租客轉買，最重要係香港人工追唔追到租金。如果租金升，人工又升，生活雖然貴，但市民仲有空間適應。最怕係租金升，人工唔升，生活底線一路上移，普通人嘅選擇就一路縮窄。以前香港人講安全感，成日講有冇樓，但今時今日可能要加多一句，有樓係一種安全感，有現金流同選擇權先係一種真正嘅安全感。因為你真正要保護嘅未必只係一層樓，亦唔係一份租約，而係你面對未來時仲有冇能力講一句我有得揀。所以今集想問大家，如果你而家係租客，你會繼續租保留彈性，定係覺得租金越升越癲，寧願買樓鎖定住屋成本？如果你已經有樓，你又點睇租金破頂？係覺得收租回報終於翻嚟，定係擔心香港生活成本越來越高，最後影響所有人？留言講下，你係租樓派定買樓派？因為今次講嘅唔止係樓市，係一個普通香港人每個月交完租之後，仲剩低幾多人生選擇。今集就講到呢度，畫面上有推介影片可以撳埋入去睇，記得讚好同轉發呢段影片，同埋留言講下你嘅睇法，亦都記得撳埋個鐘仔，一有新片出街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呢度係財經大排檔，我哋下次再見。